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利用早斋之后呢，师父要介绍这一张墨宝，告诉大家，忍耐不是怯弱，而是谦让；忍耐不是退缩，而是承担。能包容人与事，则无过患呐，无过患。能积聚福以德，则远灾祸。这应该也没有什么太深奥哈，没有很深奥。一般人呢，有时候写的太艰深难懂，我们很难接受。但这个呢，一看字面就很清楚。忍耐不是怯弱，忍耐呢，我不跟你争啊，不跟你抢啊，不跟你怄气啊，我忍耐一下，各位。你对我无理的要求我要怎么样？我不会生气，我不会去跟你采取什么手段来报复，不会，我忍耐一下。这个不是怯弱，我不是害怕，我不是软弱，而是谦让。我很谦卑的，我礼让，好处让给别人。来，大家分享，对，就谦让。忍耐我不是退缩，退缩就是好像我是非常害怕，我就躲在后头。不是，我不是退缩，是承担。忍耐，我勇于去面对，冷静的处理，有智慧的去判断。所以我忍耐不是退缩，而是承担。承担就是我不是负担哦，负担就是有压力呀。有压力，面对事情呢，什么就这样？我要满腹的牢骚了，很大的烦恼啦，各位，这个压力重重啦，这个叫做负担。但是我承担，就是我愿意去面对，我愿意来看待问题，来好好处理问题。各位，这个叫做承担，能包容人跟事情。人啊，有错事，有毛病，有错误啊，有一些习气，可能对我们能够包容它，包容事情也是一样，一定不可能绝对都是做得圆满的，不可能。有些事情呢会出了问题了啊，有些问题可能有些麻烦了，但是我们能包容，在这个做人方面，我们能包容人，事情呢我们能够原谅了，这无过患，这么我们就没有过失。患就没有灾患，患就没有灾难。各位，因为你如果还有度量而且经常能够原谅别人，那么你的朋友就多了嘛，你不会树敌嘛。我们人与人之间，如果说你的度量斤斤计较非常窄小没小问题就找人麻烦，那人家那个恨就永远记在心里面。有一天逮住机会了，抓到机会了，我就报复你，我扯你的小腿，那背后诽谤你。所以你看，糟糕，带来很多的麻烦，所以我们能够包容人跟事情，这我们没有过失，也不会有灾患，不会有后头的这些后遗症，就不会发生能积聚福跟德了，福就是善嘛。善就是能够行善，经常能够救济慈悲怜悯众生。我能够用钱来布施，用我的体力来关心别人，能够聚福能积聚，尽量的培福，培这个福报。德，我们做人要有德恨，我们不要亏待良心，我们不要违背了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去伤害到别人。我们要讲仁义道德过去我们古人经常要孝悌仁义嘛，我们要孝顺，悌就是兄弟姊妹嘛，兄弟姊妹大家和好相处仁义我们要有慈悲的心来对待众生，讲道义，我不会说我要讲义气该怎么样帮助，我绝对守信用，我做人一定要有品德。你这个过去的人都是提倡这个。所以我们今天应该要把古人的这种行为作为一个我们最好的典范。你能积聚福跟德，你做善又有品德，这远离灾祸天底下的所有的灾难就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，因为你积了善的因，当然一定有善的果报嘛。
好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所以各位，这一章呢很重要，也是在提倡我们因果观念、做人的品德观念。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多多学习。好，感谢大家，南无阿弥陀佛。